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狄更斯。早前呢，朋友除咗希望我分享行山技巧、裝備等等話題之外呢，其實對於我嘅行山分享片呢，都提點咗好多意見嘅。佢欣賞我嘅片呢，介紹得好清晰，亦都有好多有用嘅資料。對於佢呢啲新手嚟講呢，就非常之有用嘅。但係佢覺得一般人應該係冇咁多耐性呢，就睇咁長嘅片嘅，所以呢，就建議我會唔會考慮縮短影片嘅長度。又或者用另類嘅方法去介紹行山路線。其實朋友嘅意見呢，我一開始製作嘅時候呢，都已經係我考慮嘅問題之一嚟嘅。當時呢，我諗就希望可以詳細介紹路線嘅情況，尤其呢就會可以幫助新手更易去了解有關路線。一路製作落嚟呢，其實我嘅影片呢都已經開始有少少微調嘅。今次嘅分享片呢，我就決定採用相片、地圖，再加少許航拍去介紹嘅。片尾當然都會提供翻路線同埋地圖嘅資料，不過影片嘅長度呢就會大幅縮短㗎啦。日後簡單嘅路線呢都會沿用呢個方式去分享，而複雜嘅路線呢都會跟翻以前一樣用影片去介紹。希望各位網友就翻今次分享嘅影片，如果有咩寶貴嘅意見，歡迎你哋留言指教。而家去片先啦。今次想介紹嘅係位於西貢萬宜水庫嘅琴渠石頂。我哋可以喺西貢親民街麥當勞對出，乘搭 NR29號村巴去西灣亭起步。大家記住，平常日子呢，每日係得4個班次嘅啫，所以要留意回程嘅時間。喺西灣亭起步，我哋會向西灣村方向出發。行咗冇耐呢，其實已經可以睇到對面山頭嘅琴渠石頂。琴渠石因為話外貌似琴渠，所以因以為名。一路向下行，到達吹筒坳，我哋呢就要右轉接走麥理浩徑第2段，向浪茄方向行。行上一段樓梯，過咗標距柱 M029之後，當你見到一個麥理浩徑嘅名牌嘅時候，就留意佢側邊綁有絲帶嘅山路入口。呢個就係去琴渠石頂嘅入口。進入去山路都係一啲矮嘅灌木叢，手腳呢都好容易被刮損嘅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着長衫長褲。另外要留意呢條路線全程都冇樹蔭嘅，所以要帶足防曬用品同埋足夠嘅水。去琴渠石頂嘅路線呢就非常之簡單嘅，一路望住個琴渠石頂嚟行都已經可以噶啦。但係路況呢就會有少許崎嶇嘅，所以要小心啲行。見到有分岔路呢，其實兩邊都可以行到嘅，都係殊途同歸嘅啫。由西灣亭起步，大概1.5小時呢就可以到達琴渠石頂噶啦。琴渠石呢就係一塊巨型六角柱狀玄武岩，零零丁丁就矗立喺山頂上，遠處睇呢就非常之顯眼嘅。而佢側旁呢就可以去攀上石頂，企喺石頂上面呢可以盡覽萬宜水庫嘅美景嘅，尤其如果玻璃藍嘅水呢就最為震撼。